这几年大学休学的人数是愈来愈多，毋是讲读无兴趣，就是讲毋知影家己未来要创啥。但即马华梵大学就创全国第一例，74000名世界礼拜，讲互全校的学生要休1礼拜，去做家己想要做的代志。无论是佚佗，也是做义工，就是爱对家己的人生打气一人。真专心学老师的师范，马来西亚侨生陈同学教育传统文化。2年前到华梵大学读佛教艺术学系，认真求学的伊，嘛是侨生会重要人员。后礼拜侨生会要去宜兰体验文化，不过唔免请假，嘛免烦恼无上到课。如果真的要聚在一起，应该是等到寒假，可是寒假我们都会回国。所以，如果校长这样空出一个时间的话，我们就真的有时间聚在一起。平时想要做，不过无时间做，是安怎后礼拜就会使。原来是华梵大学算全国头一届举办的4名设计周计划，早上开始大学部停课1礼拜。规划一些时间跟父母出门吧。我参加学校办的工作坊，然后还要去看金马影展。参加过前度活动的学生囡仔决定有计划佚佗，参加过工作坊的学生囡仔有人想要克服唔敢交接，就算拢无参加过，不少学生囡仔嘛已经拢有计划，只不过呢是有学生囡仔要放外，学校敢会使接受。不要为了少部分人，只是为了躺平而用更指导性的又让他们去过2手人生，我觉得也没有太好的意思。校长林忠义讲，藉由打破学校正常的课程，激励学生囡仔自主规划，完成家己决定的生命目标。等下学校了后，爱交报告、回答问题，由教职员来指导，才当得到通识1学分。这学期开始试办家己设计的活动，先无算学分，尾下会个小可调整，会较完整。规划113年开始，每学期的学期中，拢会有4名设计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